来看一台中油载柴油的油罐车，伫透早6点左右，落中华交流道要驶入去中华市区的路面哦，可能是驶了上过紧，结果并车顶的柴油是拢流出来，42岁驾驶嘛着伤。警方赶到现场留封锁线，消防人员嘛去现场戒备，事故的原因还搁调查。敢是去翕到油罐车落交流道，要倒我平面道路的时阵，可能是速度伤过紧，规台车伫第19线并起，加在无牵连到其他人甲车。这台车载柴油伫位油槽内底溢出来，42岁姓刘的驾驶意识清楚，敢若侧伤，毋过煞无法度交代清楚，上怎油罐车会并起。车是安那变的啊？那个错无？是开修行啊，我干嘛是安那？无啦。昨日透早6点左右，一台载18000公升柴油的中油油罐车，拄位中华交流道落南的引道落来，要倒我入去市区，车速向并起。中油公司除了指派空的油罐车去抽油，消防人员嘛到场戒备。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就马上立即拉封锁线，然后请警察这样交管，然后铺一条水线防护。先进行抽油作业后，再吊挂车辆，现场实施管制措施。警方初步排除驾驶借酒塞车，事故原因搁爱进一步厘清。虽然事发迄当时是透早，车无介济，毋过因为抽油的作业有甲外边的车道封起来，造成上班时间要入去中华车道大塞车，开点挂钟才有较小透。中华县环保局嘛派人到场了解，若一出来油造成污染，会依法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